初熟節喺聖經歷史中係一個承載深度宗教寓意嘅節期，佢唔單止係古以色列農耕社會嘅節律，亦係一線神學同靈性視野嘅入口，使人重新認識造物主、土地同生命之間嘅根本關係。利未記指出，以色列人要喺收割之初，將第一捆禾捆獻俾耶和華。申命記更將初熟節提升為一場集體記憶嘅再敘述，獻祭者必須回顧自己從受苦到蒙拯救嘅歷史，承認一切收穫皆出於神嘅信實。由此可見，初熟並唔係只係物質供奉嘅儀式，而係一場心靈嘅定位，承認生命起於神，最好嘅理當歸於他。若從宗教史同神學發展嘅脈絡嚟睇，初熟節嘅意義喺新約中被重新照亮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入面稱基督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，強調復活唔只係個別事件，而係末後新創造嘅開端。喺呢度，初熟成為時間嘅象徵，佢標示新嘅季節、新嘅秩序、新嘅世界正在展開。若果基督係初熟嘅果子，咁佢所帶出嘅復活生命，就係信徒未來命運嘅預表，係神將完成新創造嘅一顆前鋒光芒。於是，初熟從農耕嘅第一次收成，提升為宇宙更新嘅前奏；從田間嘅禾捆轉化為救贖歷史嘅符號。每一個願意將生命最初、最貴重部分獻出嘅信徒，都喺呢份行動中同神嘅更新工程接軌，讓自己嘅時間、才能同渴望與永恆嘅節奏相遇。靈性層面上面，初熟節係對優先次序嘅操練。人喺破碎嘅世界中，時常以自我為中心，將所有最好嘅留俾自己，而將殘餘獻俾神同其他人。但係初熟節提醒我哋，真實嘅屬靈生命始於重新安排先後順序。正如以色列人獻上首捆禾捆，並唔係因為嗰一捆最重，而係因為嗰一捆象徵生命嘅主權。佢係對神嘅信任宣告。當人願意先給予，就彰顯一種深切嘅信念，供應者係神，而唔係土地或自己嘅能力。呢種靈性姿態亦影響倫理行動。初熟節要求人以感恩與分享取代囤積與擁有，
以開放嘅生命承接神嘅光，使生活擺脫貪婪文化嘅捆綁。當代世界被效率同競爭推動，人時常喺不知不覺中被成果焦慮吞噬。初熟節則反其道而行，邀請人唔好等到全部到齊才獻上，而係喺剛剛開始時就表達感恩。若從生命同生活嘅角度省思，初熟唔係節期，而係一種日常模式。每一個早晨都可以係初熟節，以讀經、禱告、靜默，將一日最清明嘅時刻獻俾神，讓內心先被光觸動，再走入世務嘅複雜。每一個新計劃、新季節、新關係都可以係初熟節，唔係喺成功後先至感恩，而係喺起點就承認主權。喺呢個操練入面，人學會將最寶貴嘅交俾造物主，亦學識從佢嗰度重新領受生命嘅節奏同方向。最終，初熟節召喚人回到起初，回到那一切收穫與盼望都從神而出的光。當人獻上首修，心便重新對準光源。當人以首修而活，生命便成為光的見證。願我哋都喺初熟中，重新學會如何生活，如何感恩，如何成為光的承載者。